如果有一日你發現自己突然多咗好多皺紋，又或者唔知點解周身骨痛，好似一夜之間老咗好多，呢個未必係你嘅錯覺，而且有科學根據添。咁突然，陣間同大家講下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Mice Talk。以前聽人講過啦，過咗某個年紀之後咧，會老得特別快。咁原來呢個講法咧係有科學根據噶。咁大家估下究竟係咩歲數老得特別快呢？醫學期刊《自然衰老》啦，喺上年8月就刊登咗關於一個人類老化過程嘅研究報告。咁證實咗啦，老化唔係好似線性咁慢慢咁變老，而係突然之間咁加速變老。而老得最快嘅年紀咧，分別喺44歲同埋60歲。呢個研究咧係由美國史丹福大學醫學院啦進行，咁有108名年齡介乎喺25至75歲美國加州居民參與。咁研究人員啦向佢哋收集包括鼻腔、口腔、皮膚、血液同埋糞便等等嘅生物樣本。咁結果顯示咧，人類大約喺40歲開始咧就出現變化。咁佢哋嘅咖啡、酒精代謝能力啦，會開始下降，脂肪代謝咧亦都會變慢，出現啦心血管疾病、皮膚肌肉分子咧都會出現咧顯著嘅變化。咁到咗60歲打後咧，佢哋嘅免疫調節咧開始會衰退，碳水化合物代謝能力咧亦都會變差，腎功能相關分子咧亦都會出現劇變。一番參與呢研究，美國史丹福大學遺傳學家 Michael Snyder 接受媒體訪問就話：好似心血管疾病、癌症呢啲病啦，確實係到咗60歲開始咧就揾上門噶啦。佢就話 keep 住做運動係人類一生嘅事情，咁但係到咗中年咧更加需要多啲運動，同埋咧調理好健康嘅飲食習慣。而今次嘅研究目標啦，就係希望可以幫到人類更加長壽同埋更加健康。咁咧，佢話咧，包括咧叫大家多啲飲水，保持翻腎臟健康；多啲攝取提升免疫力同埋抗氧化嘅食物同埋保健產品。返工等放假，相信係大部分打工仔嘅心聲。有研究就話，原來咧放假休息可以減低代謝症候群嘅風險。呢個研究報告咧喺2019年刊登喺美國醫學會期刊裏面。咁有63名從事醫療或者係教育工作人士參與，佢哋平均年齡咧係43歲。個研究咧係回顧翻佢哋過去1年嘅休假情況，檢查佢哋嘅血壓、血糖、膽固醇、三酸甘油脂同埋腰圍等等嘅代謝症候群指標。咁平均嚟講啦，呢班嘅受訪者咧用咗14日嘅有薪假，分咗5次離放。大約咧有40%人咧喺假期內係喺屋企度過。受訪者就話咧，假期咧過得愉快，咁咧相對冇咩壓力，同埋瞓得好，酒精攝取量咧亦都係較低。研究結果指出啦，每多一次休假，大約咧可以減低24%代謝症候群嘅風險。休假嘅次數比起休假嘅總日數，係同代謝症候群降低嘅風險有關。而且喺屋企休息日子越多，代謝症候群嘅風險咧就會越低。聖經傳道書講過，天下萬物都有定期，凡事都有定時。似乎呢兩個報告咧都會話俾大家聽，健康嘅飲食習慣、定期嘅運動同休息，同埋保持心境開朗啦，都係維持身體健康嘅不二法門。而喺40歲打後咧，更加咧要好好保養身體。知易難行，希望大家咧可以堅持到底，優雅咁老去。好啦，今集時間啦差唔多，先講到呢度。歡迎咧大家可以撳 like、comment 同埋 share， 可以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， 可以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、IG 同埋加埋我哋最新嘅 Thread。今集時間差唔多，我哋下次再同大家見面。